幸福吗？各位女士们，幸福吗？我们不排除姐弟恋。好，很快节目到了尾声了，感谢大家。500块，你可以听多久啊？好什么？你很辛苦。我妈妈说我要唱2个小时，我说啊，我才500块。然后要开玩笑的，认真的，很感谢各位这些弟弟们，还有你们前面几次参加我的演唱会，我都获得了很多，然后我也把我演唱会获得的这一点点带回去分享给我自己的部落，所以才有他们。那也是因为你们，谢谢。好了，很辛苦。我妈妈都知道我在养小孩，我家快变成青少年中途之家了，而且目前在扩建中。所以有时候小，从国小看到现在都已经高中了，比我高，不能站在前面，看那里。我的鞋垫拿出来。你是吃多少？怎么那么大只？对啊，他们是3个小时吃一次，好恐怖哦！我要哭哭了，动不动就要进食。然后来要介绍一下他们来自台东，然后现在最右边的一起，还有几个，看毛一个，
变成多少的弟弟，打高尔夫球的。袁凯，田径选手，现在高2。这很帅啊！看你们眼神，我还没讲完，你们就眼神，矜持一点好不好？申中，台湾组的。志伟，韩国组的，中南的。林凯，中南组的弟弟。篮球队的双峰。你只有唱歌跟运动2件事情。你们可不可以长大之后做山西产业啊？还是做乐器也好啊，做一个竖琴，但是要比我矮一点的。然后，还有就是应该要感谢一下，这次专辑真的很辛苦，好多人帮忙，超多的。哇，你就印2张嘛，怎么就印8级字啊？那么小张。好多人帮我，我要一个一个念，你们可以等我念完吗？可以。你要上厕所，还不是不能上哦。然后先感谢很多人呢，然后先感谢那个啦，就是这次的演唱会有，他们已经改名字了，之前是行政院新闻局，现在叫行政院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。谢谢。他们是目前投资实力最大的赞助商，就是还好我有拍总统的肩膀。然后还有莫许，有吗？有在上面。还有打吉他，我的吉他都不用钱的，而且还有打吉他送部落吉他，很感谢华裔打吉他。还有邻国良品，谢谢，鞋子很漂亮，而且还有图腾哦，只有 VIP 才看得到。然后还有一起来承办这次的我的公司万能音乐，阿斌，真的做所有幕后服装、视觉设计，华生松，还有帮我做，等下外面会卖 CD 哦，雅神音乐。还有这家店家，知道这里是哪里吗？好，谢谢乐活。对，拿铁们。现在这个名单服务我们有，我的经纪人的啦，分公司小福，然后全台工作人员徐妹、玉伟，还有出来，干嘛没有化妆？还有在控台的20大哥，我的行政好多部，我们帮我买对单元，视觉设计小挂，服装师娟娟，影像设计柜茶小夏，还有编舞的小鹿，还有发型小妹妹安娜。化妆我阿姨小阿姨，电脑摄影师阿宝，还有刚刚帮我拿纸条的跳翔，还有其他都是乐手的，来一个一个讲了。小提琴手宋叶，大提琴手宋叶，小提琴手张丽，阿丽、乔朵、何冰、小红子、杨沐晨、大大、阿哲，还有部落弟弟们。谢谢你们，辛苦了，这场演唱会承担所以看得到你们，都会主动看得到你们投资的哦，看得到，喜欢吗？喜欢。那明天请早哦。好，不管如何，你明天有没有空哦，有没有空，但我希望把这样的感觉分享给你们朋友，因为我相信还有更多跟我一样在努力从事文化、从事母语创作的。还在部落里面的那些年轻人，他们很辛苦，他们也一直很期待有跟我一样的机会。只是我觉得，如果我有多一点能力的话，我一定跟他们分享。然后，真的再次谢谢你们。